各位媒体好朋友哈，那大家午安。那谢谢大家来关心哈国人的健康。那今天我们跟平常的时候不太一样，我们把口罩卸了下来，这是因为我们之间有一个隔板。那这样子，即使我们是在比较接近的地方呢，那我们也不会有相互干扰到的这些情形，所以说我们就把口罩给卸了下来。那今天的记者会还是由我们陈指挥官亲自来主持。那指挥官的左手侧呢是我们的副指挥官。那副指挥官的在左边是我们护理及健康照护师的蔡淑凤蔡师长。那指挥官右侧是我们的专家咨询小组的召集人张尚存张教授。那在我们后面呢，右手侧是我们指挥中心社区防治组的庄仁祥庄副组长。那在左手侧食品药物管理署的陈信成陈主任秘书。现在就请我们指挥官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我们过去一天来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情形。好，各位记者女士先生，大家好，大家午安。那很久没有用这个真面目跟大家见面了哈。好，那今天也跟大家示范一下，就是说，万一有些场合没有办法隔离的那么远，那事实上有一个适当的隔屏，那也会达到很好的效果，那也可以比较安心。那今天呢，我们没有新增的病例，那累计有372人解除隔离，我想整个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在我们的本土的社区，已经也连续了30天，都没有的一个相关的案例，所以基本上还是要重复那天我们张召集人跟大家讲的说，到了28天之后，其实基本上我们是有一个安全的社区。那当然呢，我们的个人的防护那还是不能少，还是一样戴口罩，保持社交的距离，勤洗手，个人的卫生要维持。那有生病，那就尽量要在家里休息，不要到太多人的地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今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今天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那我们今天也要特别的跟我们的护理师们。道一声护师节快乐。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我想我们全体的国民，包括这我们指挥中心，都非常感谢我们护理台湾队及他们的家人，希望他们在这样不眠不休的一个贡献，带来我们一个安全的社区，我们都非常感谢。那这里面讲说这里面显露出来是一个最好的风景。都是我们非常美丽、大方、快乐的护理师们，他们在工作上非常的辛苦，我们在这里面谢谢他们护台湾、助世界。那是不是我们有照护？我们照护师长是我们护理界的大家长，那请他稍微说2句。谢谢大家啊！今天是国际护理师节，那今年世界卫生组织。为了强调这个护理师在全民健康照顾的重要，那定为2020为护理助产年。那卫福部为了支持这个护理，那我们在因为这次是疫情期间，所以我们也透过网络的活动呢，让全民一起来支持护理。那这一次呢，跟大家做一个报告，我们透过架设的一个叫做互助年的一个网页。那为什么叫互助年就护理助产年，那我们简称为互助。那互助也意含互相帮助。那我们透过一个互信的约定，那互信就是给护理人员1封信。那透过这样的活动呢，来邀请大家一起来支持护理。那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收到国内外总共有1.7万封信，1.7万封信。那这个1.7万封信呢，还包括有50个国家。不是台湾的，是来自于世界各国50个国家的一个响应。那护理师除了我们希望社会一起来支持他之外，那其实我们也代表护理台湾队呢，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帮助世界。所以呢，在4月的时候呢，其实在我们这个网页呢，又加了一个护台湾助世界的口罩响应支援人道。那也跟大家报告，目前已经有55.9万人响应，那总共有439.8万片。
那过了今天之后呢，我们这个网页要再升级。那我们邀请朋友一起来响应台湾 Can Help。以上跟大家做分享。好，非常谢谢哈。那另外一个哈，我本来不想回应哈，那不过昨天大家也弄了哈，也问了蛮多的哈，这个一个商品哈的一个疑问。那今天早上我看新闻，也就是广告也登得很大。好，那我在这里也声明，就是说我没有要替这个商品做广告的意思。不过既然在请教我那我就做一次的回应，那以后就不再对这个题目做回应。好，那这个广告他只有请教我，他说请全民来评评理了那我想我们就把单纯的情况让大家能够明白它这里面大概凸显了3个，一个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交办台北市卫生局，我昨天已经说明过了在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例行在于不管是食品各类食品药品的一些广告基本上例行性的处理。所以当有在我们的监测的系统里面发现有特定的问题，那我们就会移交到地方主管单位卫生局来处理相关做查处。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大概在年度的一个交查的案件，我昨天也讲过，107年是1119件，108年是1970件，109年1到4月是498件。那这个案件是在我们这样例行里面查处的一个案件之一。那台北市有说我们大概行了2次文，那另外一次的文是复文了就是回复的文。台北市在处理的时候觉得有相关的疑义是来我们主管机关来就是来查明就是说到底相关的一些解释所以我们再给他复文做解释大概就行过这2次文，那这是一个例行性的公事了三问那有附了一张，就是说别人可以，我为什么不行呢？其实简单就是这样子讲嘛那这张别人为什么可以？那别人为什么可以？就是因为别人有这张我们的一个医疗器材许可证。如果是别人商问为什么别人可以，别人就是有医疗器材许可证。那这一张是我们104年、106年各有，我们现在有2级的这样的医疗伤口这种抗菌类似的2级的许可证有3张。那其他的呢还有1级的1级的，因为就没有列明完全的一个成分，所以要统计不容易。不过基本上是要用在人体，那宣称要有抗菌的效果，那就必须要有我们这样的一个许可证。那为什么在同成分有类似的成分，有单一的成分，不会说这个允许了这个有这样的成分，那这个成分就可以用在比照来使用？它必然还要经过我们医疗器材的一个审查的一个程序。所以我们大家看看为什么要做一个医疗器材许可证因为它确保用在我们在人体或相关的地方，确保产品的安全、效能及品质，为民众的健康做把关。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医疗器材这里面含次氯酸成分的管理，基本上是它可以清洁，这基本上是要一个抗菌的效果。那如果不是医疗器材许可证的，它可以宣称清洁，但是不能够宣称抗菌因为抗菌是在我们这里面要经过我们的安全测试，要有效能的测试，还有制造商的一个品质的管理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只要进到医疗器材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从它的安全性里面要去查它生物的相容性，要去查它无菌性的评估，那效能要做效能的验证，然后看它的成分跟浓度，那制造的品质要符合我们 GMP 的管理。所以并不是任何人自己想说我就是这样子就可以这样子那政府还是需要做适当的一个管理
让我们的产品才能够让药品或是医疗器材才能够人民安心的使用。所以在这里面呢，当然有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最后有一张，我记得他说连3岁的小孩子也知道，就是说另外有一张照还弄了一个，连3岁的小朋友也知道了，这里面其实都有一些小疑问在了。不过基本上我们在做这个案件的时候，看台北市基本上根据的，他所谓的违规的部分，并不是那一张图嘛，最主要里面有很多的一个违规，我们觉得一个比较，只要大家能够了解的，这是一个在官网上它宣称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效果。那在右边就写10秒有效抗菌100%。那然后呢，它又在这边是针对菌。他本来是想要避开我们第69条所谓的一个药品宣称医疗的效果，所以他这边只有写菌。可是在这里面呢，他就违反了我们在医疗器材的管理里面不得宣称有抗菌的效果。你有抗菌的效果，你就必须要提出我刚才讲过，相当的在一个 GMP 场所生产，经过效能跟安全认证的验证过的才可以。可是呢，他在左下边，他又用了一个疾病的参考图，又用了一个疾病的参考，把下面的相关的细菌跟它的疾病做一个串联。那其实这里面，跟我们所谓宣称的医疗的效能是在一张图里面是把它结合起来。所以基本上在根据它里面违规的一个广告的事实里面，在它的这个宣称的这些广告，相对的这张的成分是比较低。比较成分比较多的，是这个10秒100%的抗菌，有效的抗菌，然后举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细菌，那然后再把这些细菌的可能性跟旁边左下角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病名，或者病毒把它串联在一起。基本上要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当然要提出一些验证了，而这个验证不是在家里自己做一做就可以了啦，这里面要经过送到正式的文件，送到食药署做相关的查验登记，那才能够符合我们讲医疗器材或是药品的一个规定。那政府之所以要做这样的一个查验登记，就是为了要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跟物品使用的安全。所以我再回来再回应一次，最后呢问次氯酸，是不是能够这样做？问得非常的有力。次氯酸到底能不能喷手？然后下面写如果可以，如果不可以，如果不行。我的答案只有一个了如果他有这张证，那都可以了。那如果没有这张证，我们并没有禁止他弄，我们并没有禁止，我们只是建议建议不做这样的一个使用。但对于环境、器具、器械相关的一些清洁我们都不反对。那就是我最后的一个回应，我不再对这个问题再做回应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说明到这里那有问题的现在可以提出来。我是说以后了今天还是我讲了，还是可以，今天要问才是可以回应，但以后不再回应了对，这样比较公平一点了部长好，想请教一下，因为这几天我们看到婚宴跟球赛都有一些开放跟松绑，那艺文团体他们也非常关心是不是只要能够戴好口罩，然后呢做好实名制，那6、7月就可以恢复过去的售票方式，就是不用梅花座，就可以让他们来正常的恢复过去的这个艺文表演的方式。以上，谢谢。我想到了6、7月那更开放那是有可能的因为可能疫情又越稳定但是我们在初步的时候，大概文化部也在计划先从国家的展演馆先开始。那不过还是一开始还可能准备大概是以前大概是准备大概是一半它大概是卖一半的位置，希望能够有距离开来。那我们今天做这样的一个隔板示范，我就是说，那其实我们都有很多的方式我们能够最高说维持我们的社交距离1.5公尺
好，那没办法的时候，就戴口罩。那有些地方戴口罩也不方便，那可以相隔。好，那我们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变通的方式，那保障大家的安全，那逐步的把社会来开放来。你好，大概这边有2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张教授跟指挥官，就是目前台湾本土已经确定有患者使用这个中西医合疗，而且大概20名左右使用这些中医疗法的患者都已经完成，就是它可以抑制病毒在细胞内的复制。那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以瑞德西韦为例，其实台湾目前真正用到瑞德西韦的个案好像并不多，但是将它纳入治疗指引好像蛮快速的。那如果说是现在要将这个台湾本土成功研发的中医疗法纳入指引的话，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好，从昨天到今天，其实都有一些媒体朋友在询问这些相关的议题了哈。那这个您刚才说瑞德西韦并没有放进我们的所谓的临床处置的治疗指引里面哈。那我一直说的，它是进到我们的临床试验当中，我们确实是不多个案在加入临床试验，不过那是多国多中心的临床试验，所以美国会许可是因为有几百个个案的一个资料了哈。那至于说所谓的现在大家提出来的中西医疗法在某些医院有在被使用，那确实是因为我们在对这个新冠病毒所造成的感染的还没有一个标准的治疗方式哈。那所以各医院的主治医师当然可以根据他认为对病人可以有帮忙的疗法，他去做他的选择。那只要跟病人有充分的说明告知哈。那此外我们的所谓国内的临床处置治疗的这些指引哦，基本上是在我们专家小组里面去做讨论，根据能收集到的相关的科学证据。那所提出来的一些初步的建议，那这些建议里面常常也说明着，到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说证明这样的推荐可以考虑的疗法是一定是有足够的科学证据了。那不过在即使这样子提出来，至少在专家小组里面先做过初步的筛选，是认为是比较可以放在指引里面的会放在指引里面，那认为暂时不需要放在指引里面，就是暂时不放在指引里面。所以如果有任何可以对病人有帮助的，我们当然都非常高兴，也非常欢迎可以提出来，那到专家小组里面去做讨论。那如果专家小组们根据所提出来的资料认为是值得放到指引里面，我们当然也会放到指引里面。部长想跟您请教一下，现在疫情已经明显看起来就趋缓了嘛，可是各地的这个观光景气还是没有复苏，那业者的状况其实也蛮惨，很多人的生计出现问题，那也有蛮多焦虑的民众，其实尤其是家长都会在社团里面发问，就是说可能都不敢带小孩出门啊，然后假日的时候只能关在家里这样，那不晓得怎么样带出去玩是比较安全，或者是选择去哪里比较安全。那指挥中心对我们现在这个疫情面对现在的疫情，对这个民众观光旅有没有更进一步的指引跟松绑，可以兼顾防疫、产业经济跟民众的身心调节，取得平衡？主要其实我们在这里面哈，其实我们对于观光旅游其实几乎是没有限制嘛，好，几乎是没有限制。我们还是要强调，就是说要出去的时候，个人的卫生的维持，好，勤洗手很重要。到外面去的时候，那维持社交距离，戴口罩。好，那当然生病就尽量避免出去拍拍照。那现在是在里面出的问题是，好，我们这个民众的一些信心不足，好，就是有很多的一个担忧。好，所以这也就是说能够例行个人生活的防线。那因为社区里面基本上是安全的，好，所以把个人能够保护好，基本上可以不用那么的担心。然后第二个可以比较强力推荐的就是交通部，他们现在正在研议我们的安心旅游或防疫旅游。好，那这些因为他们有一些相当的规划，也会经过我们大家的讨论。好，所以不管是在车子的安排，或是食宿的安排，或是景点的安排，
他们都会有一个更详细的考虑。如果自己出游会有担心的话，那我相信在这个交通部这个推出的这个防疫的旅游，大家可以多多的参加，那这样子可能为自己的信心会比较强一点。部长好，公共电视提问，请教一下部长，上回中华职棒在5月8号的时候，您有入场去观看，你也说秩序良好。那中华职棒最近有上缴计划，争取开放观众人数到2000人，甚至开放饮食。不晓得指挥中心这边有没有一个解禁松绑的时间表？以上，谢谢。2000人这个大概是我们的既定的计划，因为我在现场这样看过，我觉得2000人这样的一个距离跟秩序，应该是都可以维持住。那饮食的方面，我不知道副职官这边有没有做相关的讨论。他们在这一次2000人的这个计划里面已经送到指挥中心，那里面涵盖饮食的部分。那目前初步看起来，他们是采用盒装的套餐，那也附了一些酒精的棉片这样子一个整套的这个强调个人卫生的部分。那会等整个社区防疫组看过之后再做一个最后的决定。那它整个是完整的配套，那也因应不同的球场，它有规划不同内野跟外野的不同人数，那来因应这个2000人的这个适当的距离的安排。就是清楚的讲，就是说，那很有可能照这样的规划走了就大家没有另外就没有相关的建议，我相信可能会有一些修正的建议但是应该是会同意香港 TVB 请教，台湾在2月11号开始暂缓香港民众入境台湾，到现在已经3个月了。那想请问说，指挥中心如何评估目前香港的疫情的情况呢？什么时候会放宽香港的民众入境台湾？或者在香港什么疫情的情况底下，例如是多少天没有零确诊，或者是没有本土病例的情况底下，会考虑放宽香港人入境台湾呢？另外，想要请教这段期间里面，台湾跟香港方面是不是就疫情或者防疫方面有进行沟通或者交换意见呢？在整个的疫情上面评估那香港我看起来我们是比较有信心一点的那澳门看起来也不错那但是整体的在边境上面还是会回到这个个人的一些防护所以我们现在也在一些讨论。不过大概比较重要还是会对这种经贸的往来重要的经贸往来这方面先来试着来开。那其他的可能都还是会暂缓。午安，2个问题提问。我想请教一下，因应防疫的需求，我们到现在有用了很多的消毒水，那是不是可以请指挥官就您的专业来看，哪一种消毒水比较不会污染环境，没有残留，然后而且比较安全？那第2个问题想请教，目前我们的酒店、舞厅是停业的状况，不过 KTV 的群聚感染，有业者表示是觉得说这个群聚感染是不会比酒店还要这个风险还要低的，所以想请教一下，酒店、舞厅和 KTV 这些的标准是不是能够一致？现在已经那天就宣布这个标准都一致了嘛，就基本上个人的一个防护、安全的距离、实名制，人的管理跟追踪，那事实上这剩下的就是他自己是不是能够做得到嘛？讲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得到是一回事。然后另外在地方政府相关的一个管理的量能是不是足够？那这个条件都够的话，如果在地方政府仍然就是说有一些疑义没有办法解决，都可以提到我们这边，大家一起来讨论，共同来承担。那至于哪一个对于环境污染的一个比较少或者怎么样，那这恐怕要请教这环保署。TV
TVBS 提问，我们在这几天陆续都有讨论到绕境这个状况未来恢复的情形，但因为像正蓝宫这种比较多信徒的，他们多少都还是会有信徒问说，那未来什么时候有可能会恢复？是不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绕境，也许可以让庙方有些规划？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像是花莲过去在疫情之前，14大航空本来是有直航韩国的，但因为疫情先中断了。不过业者也评估最近的疫情陆续回稳，打算来探勘4天3夜的花莲行程，不晓得指挥官您怎么看？哪里到哪里的花莲4天3天？花莲飞韩国，花莲飞首尔。哦，你说是韩国飞花莲飞韩国，那个是包机、包机是？不是，那个过去是包机，不是定期航班，因为花莲机场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定期航班的，所以那个是包机的部分。那未来如果说针对他们希望这样子的包机行程如果有恢复的话，会有所限制吗？或者是有怎么样的看法，或有怎么样的要求必须做到？好，坦白讲，这旅游国外的旅游在目前来讲还没有列到我们的考虑之内了哈。那业者要做相关的一个规划，那当然可以提前来做一些规划。不过目前我们对于这种旅游国外的这样的旅游确实没有列在我们的规划之内。好，指挥官好，民事提问。新北市府，新北市长侯友宜他之前有一个公开信，然后说卫福部再度要求要交还授权给他们审核这个纾困的这个文件，为了民众权益也乐于配合，本市同根生，希望结果同达成。那侯市长今天也说，防疫期间不断累加这个压力，然后完全没有喘息空间。基层压力很大，希望大家一起加油，不分你我。那因为本市同根生，下一句是相煎何太急。那请问指挥官怎么看？那第二题刚刚那个正南宫的还没有回答，谢谢。应该是就是我相信就很多的话，大家也不用联想太多嘛那本市同根生，那合作多愉快，这也是这个嘛这都是有那个嘛，就同根生就不一定要相煎，只是历史上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记录，或是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不过大部分的同根生都是合作的很愉快了。那第二个呢，是真的是在基层我相信这个不管在我们在中心里面，或在记者或者一般民众，那在基层的公务人员都非常的辛苦。确实，这个整个的一个秩序都有一些乱，因为因应这疫情不断的在变，所以需要就是说灵机应变的事情很多。那当然跟本来的常规这样子运行，一定会增加大家很多的困扰。那所以我们也非常的体谅，但我还是呼吁大家能够合作的话，那才能够把事情做得越顺畅。所以也没有什么这样子退来退去，这种事是想要效果，那回归一个常轨，在常轨里面把事情能够处理好。那为了这件事情，我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部立医院，我们部立医院就也发起就是支持区公所了，所以我们部立医院平常也感受到医护人员受到，虽然这段时间很辛苦，那也受到社会的照顾也很多，所以这次看到区公所的同仁都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昨天部立医院，就所有的区公所，都送了一点伴手礼，去给他们鼓励加油，也表达我们医护人员，也看到了我们区公所不管是在医疗上面，在防疫上面，医疗人员很辛苦，可是在纾困各方面来讲，那我们区公所的同仁也是非常的辛苦，那大家互相收听啦，代志可以进步。有关于庙的绕境的部分，那现在民政司有在跟地方政府在做一些讨论。那初期是不是先从小规模的部分？那因为大甲真南宫的这个规模其实是还蛮大的那它的不特定对象太多。那因为小规模的，如果是地区性
小规模的绕境，那我们现在正在评估。那因为小规模的绕境的话，我们可以比较清楚，而且可以知道参与的对象，那这些都会比较清楚。那要去做到身体健康等等的自我管理的部分，也可以比较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们先从这一个部分，先做小规模的部分的评估来做处理。各位好，自由时报，请问一下哈，我们现在 WHO 也快到了，那部长除了就是说积极投诉各国的这个媒体之外，还有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口罩外交、赠送口罩之外，我们下一步对各国外宣台湾 Can Help 的战略是什么？可不可以请部长说明一下？我相信这不只是外交部的事情，这应该也跟指挥中心、卫福部也有很大的关系。谢谢。对，在这里面当然是参加 WHO 这本来是卫生福利部最基本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任务那在外交部的协助之下其实每一年都非常努力做。那今年因为这样的一个疫情也让台湾受到一些相关的更多的注意跟瞩目所以在跟指挥中心有一定的关系那所以我们在未来里面怎么样让台湾在这一段时间所做的相关的一个策略跟结果，然后跟其他的国家或其他的一个策略来做比较我们会积极的来撰写或收集相关的资料，把它发表出来那不断之后大家只有说看到台湾的一个结果的好让他看到说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到底是怎么做的，那可以提供的其他的国家做一个参考。指挥官好，3个问题请教。第一个想请问指挥官，如果次氯酸水可以应用在人体伤口消毒抗治，那为何官方在拍的3支防疫广告中，却告诉观众说只能用在环境消毒？这样子是不是会造成误导？第二个问题想请教，次氯酸水和酒精还有漂白水，张教授都有说可以从专业告诉观众哪个对环境的伤业比较小。那如果张教授这样子看来的话，上面3个选项哪一个对人体的刺激会比较小呢？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一般清洁用的酒精用于清洁手部是否也需要和次氯酸水一样的许可标准？3个问题，谢谢。基本上刚才我们在影片里面是不建议我们不建议，我们没有说要禁止那至于就是说在里面为什么酒精可以，那这个相关的次氯酸水这是一个成分名啦这是一个成分名。那次氯酸水到底本身是什么它其实有很多的疑问在，所以它有些会变成是药品，有些是变成医疗器材那有一些是一般的商品，有一些是清洁用品只是它这样的一个各有它不同。那要宣称一个相关的疗效或影射医疗或药物的效果的话，那就必然要取得许可证，不是别人有证你就可以了那至于跟酒精的情况，我们请是要说。是，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酒精的部分我们也是区分为药用酒精跟一般性的酒精。那药用酒精它是要依照药事法的规定，也要送我们这边查验登记，它也是要取得许可。它审查的程序跟我们医疗器材所谓次氯酸水的程序是相同的。那一般的酒精，它是一般的商品，它只要用在清洁上，都可以，但是它只要有宣称到抗菌、灭菌、杀菌的。它都要取得我们药事法的规定的许可才可以使用。以上补充。好，那今天我们是护理师节，我们还是再度跟护理师们表达我们的谢意，然后另外也对我们基层的区公所相关的工作人员也表达我们的谢意，我们大家一起来谢谢。